đâu. Mà quá,你識我啊？係靚仔。耶，你睇過我直播嗎？睇過。中意睇嘛？佢經常見你食廣西。㗎，你人淨係講我啲粉絲，淨係你阿婆阿公。係靚女冇？靚打靚。靚嘛？好多人喎。好多人。靚嘛？靚。你靚都靚嘛？你兩隻結婚嚟㗎嘛？未有。未有咩？你屋出事㗎？我死揾啲靚仔俾你嘛。啊？講嘢。文靜啦。文靜啦，你幾多歲啦？我年18。哦，係呀，我估下估呢個，應該有20嘅，同我差唔多。哎，好難。同我差唔多，你真係未結婚啊？未有。你好似四川㗎？有男朋友咪咯？未有。你今日做年例嘛？買做咩？你爸媽做幾嘛？做咩？呀，介紹來一介，好多人中意你喎。你係做網絡咁樣咯？我抖音萬未粉絲嘅喎。抖音萬未粉絲咩？有萬粉絲咪好容易㗎，你信咪咯？我點你上來，即刻就阿千起底。你要粉絲咪咯？話嘅好啊。咁嘢俾啲機會佢，如果佢打開手機真正係已經關注到我個，我俾佢上嚟點關注，知嘛？好犀利嘅喎，成萬人機，你係要關注到我個嚇，我睇嘅啫，你未有提前關注到我個嘛？無效。誒係，嚟俾大家睇，的確係，你放靜音，嚟俾機會佢。個姊妹係大整嘅，你係咩名可以講嗎？發光的少女。發光的少女，即我婆。你問你真名係乜嘢？佢就發光的少女。你真名係乜嘢？阿芳嚟。阿芳咩？出到好冷喎。嚟吧。幫手點揸啊嘛？我冇俾錢靚女你同加係嘛？我自己加齊嚟嘅噃。生意一來，佢依家1萬人係嘛？12000人，22000人嚟。佢依家係幾多讚啊？直接30秒內點得到60萬，馬上俾隻靚女上去送啲禮物俾大家認識嚇。我幫你點讚。3、2、1，來30秒，點到60萬，分分鐘佢哋個好容易㗎，一齊點話同時觸發雙倍點讚，真係個20秒已經足夠啦個。來，我睇佢有豆幣咪正，有5粒豆幣，只有5粒豆幣嚇，只有5粒豆幣啦，我一次，只有5粒豆幣，你有咩名啊？睇佢哋有都唔識你講喎。芳芳話：阿芳係你老婆嚟啦，個大炮狗，人你老婆。識炒面皮厚過拖鞋。嚟喎，阿芳好靚女嘅喎，呀！我睇過佢有幾多粉絲嚟啫？睇話你估計賺到幾多度啊？你走啊！你同我一齊嘅喎，係都買得入境個。佢只一隻，我睇嗰隻，佢500粉絲，500啊，買得入境，冇得入境。誒，封號個話你我和我一齊放出去喎。好多人自己現場㗎，俾大家睇一睇啊！呀，見到嘛？嚟嚇，嚟嚇，點到啦嘛？60萬啊，點到60萬讚，雙倍點讚先得，佢哋賣足法咪得。不過我點來開始話你只有5粒豆幣，捨得翻我耍佢嘅喎嚇，聽清楚喎。你一晚我練你啊，我練你10秒鐘就得啦，練你上10秒鐘，你估計賺到幾多粉絲喺度？2000幾哇？你講老實嘅啫，你係真係未有男朋友冇？真㗎。真係未有結婚冇？未結。冇車大炮喎，係咪？啲嘢放你上網好，應該你車大炮嘅喎，放嘅喎，開始喎嚇。你係真係想揾男朋友嘅嘛？即係又啱嘅那種啊，又靚仔啦，又有錢啦，嗰啲又爽嗰啲啊，係想揾嘛啫？有啲啦。係有心水嘅嘛啫？有係嘛？攞開始俾佢練啲。只練10秒鐘啊，聽清楚啊！10秒鐘，你可以關注佢啊，傾傾閒偈可以，不過買得撈nhiều人啊，講清楚就買得撈nhiều係嘛？傾偈可以嚇，做準備喎，10秒，只可以放10秒俾你嚇。芳，你係一隻發光少女係嘛？等等，10秒鐘，發光少女。我睇下你，我做幾隻？OK， 練上右下角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
一又話個發光少女，你多謝大家關注你咯。多謝大家。來開始，OK，調開連線啊，只有10秒個。睇個睇你睇個獎得幾多嚇？稍等下，佢咪更新個。關下連線啫，係10秒個馬印來㗎。萬一你以後真係在網絡嘅道路上，可能真係俾你做到有成績出嚟，你有眼記得我嘛？記得。真嘅嘛？靚個大哥。係咁啊！攞話睇佢，最起碼係我第一幫你嗱，2600幾啊！哦，咁多人㗎？有到2600幾嘅嚇，硬。非常感謝大哥。咪多謝大家咯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各位老鄉支持。嗱，各位靚仔靚女，講清楚啫喎，以後冇得再講我哋粉絲全部都阿公阿婆啊，靚女一樣有個，大把靚女，對嘛？靚女靚仔又好多。你想見到我正過來嘅咩？好事啊！我見到你就加油站咧，你走過嚟，依搭上嚟咁，跟住你嚟咧。好，阿哥我又去撩你嘅噃。好好。握握手咯，都祝你今年順利利咯嚇，好，今年發大財。好，大家順利。哎，阿芳係嘛？係。你好挑明，哎呀你有個人你好挑明，好似有啲年代啊，有啲偏。新娘靚仔。咩嘢啊？你跟住都你好耐喎，睇嘅，你陳老先嚟。可以送走咧。哦，一睇耐咧。係佢隻姨打攪到我啊嘛，我早就放手嚟個。我買嗰啲人喎，我買嗰啲人嗎？買嗰你想就中哪種人嗎？直啫嘛。還好吧，係嘛？我想呃你㗎。哦。好，阿芳，拜拜喎。我睇嚟先。你同大家拜拜先啦。大家拜拜。得閒大隻料。你睇你嚟，你好似攞嘢啊？我去試攞嘢，我睇試咁都要賣咯。我介紹你好似乜定，你係乜定好評嘅樣啊？邊個會呢？你唔好講，冇得講出來，冇得打廣告。你講係靚仔啊！我來一個，保證係你賣啲從來未有嘅黃老虎嘅最低價。打底都係36蚊啊！你錯嘅，你啲按婆入36，你進貨廿幾你啲嘛？話啲喎。對嘛？去你得㗎？好，走地。拜拜，同大家拜拜咯。拜拜。阿芳見我冇？喲，15000人啊，核對，你仲真係好鹹濕喎。阿姨到你啦，係。見過你。哎呀，阿姨就好啊，隻妹仔走嚟。哎，阿姨你做乜嘢咯？你一衝來啊！我通常我見你等啲靚女。你同隻妹仔先握緊手，你就冇拱開人㗎咯。搞到咪阿哥咪好意思喎。唉，搞到啫。搞到。我幾10幾年都冇掂過妹仔手嚟，你終於揾啦喎。你啲靚女跟到你尾㗎啦，靚女啦。唉，冇識講啊，冇錢，冇撈到嘢，即就跟老走嚟。我㗎嘛。你啲靚女對你最好㗎係。跟住到你好耐。哦，多謝喎呀，依攞真係喎呀，佢就姨咪講得真係。對，跟住到你好耐。誒，姨順利喎嚇。好，大家多謝你支持喎嚇。係。都祝你今年發大財喎，一帆風順，人如龍騰飛，三陽開泰就四喜臨門，五穀豐登就六路大順，七星高照就八方來財，九同心就前十米嚇。好，大家都一樣嚇，大家嚇。好，順利喎嚇。順利。姨都蠻耐煩嘅。好。講啦，姨都蠻耐煩。好耐就講，我跟住都好耐。